聖言誦讀。上主，你的言語是我步履前的靈燈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今日係教會年曆常年期第一周星期三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恭讀撒慕爾紀上。那時候，小撒慕爾在厄里面前服侍上主。那時，上主的話少有，異象也罕見。有一天，厄里睡在自己的房裏，他的眼睛漸漸昏花，已看不清了。天主的燈尚未熄滅，撒慕爾睡在安放天主約櫃的上主的殿內。那時，上主召叫說：撒慕爾，撒慕爾。他回答說：我在這裏。他就跑到厄里前說道：你叫了我，我在這裏。厄里說：我沒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他就回去睡了。上主又叫撒慕爾，撒慕爾起來，走到厄里那裏說道：你叫了我，我在這裏。厄里對他說：我兒，我沒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撒慕爾不知道是上主，因為上主的話尚未啟示給他。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慕爾，他起來，又走到厄里那裏說道：你叫了我，我在這裏。厄里於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，便對撒慕爾說：去睡吧。假使有人再叫你，你就回答說：請上主發言，你的僕人在此靜聽。撒慕爾就回去，仍睡在原處。上主走近，像前幾次一樣召叫說：撒慕爾，撒慕爾。撒慕爾便回答說：請上主發言，你的僕人在此靜聽。撒慕爾漸漸長大，上主與他同在，使他說的一切話沒有一句落空。於是全以色列從丹直到貝爾舍巴，都知道撒慕爾被立為上主的先知。上主的話。今日嘅答唱詠係選自聖詠40篇，答句係：上主，看，我已到來，為承行你的旨意。我熱切誠懇地期待了上主，他便垂顧俯聽了我的哀訴。凡全心依靠上主，不對傲慢傾慕，且又不依附虛偽的人，真有福。上主，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喜，就開了我的耳朵；全燔之祭以及贖罪之祭也已非你所要。於是我說：你看，我已到來。關於我，書卷上已有記載。我的天主，承行你的旨意為我所喜愛，你的法律常存於我的心懷。在盛大的集會中，我宣揚了你的正義。看，我並沒有閉口不言。上主，你全知悉。恭讀聖馬爾谷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出了會堂，就同雅各伯、
和若望來到了西滿和安德肋的家裏。那時，西滿的岳母正躺着發燒，有人就向耶穌提起她來。耶穌上前去，握住她的手，扶起她來，熱症隨即離開了她。他就侍候他們。到了晚上，日落之後，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帶到他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在門前。耶穌治好了許多患各種病症的人，驅逐了許多魔鬼，並且不許魔鬼說話，因為魔鬼認識他。清晨，天還很黑，耶穌就起身出去，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裏祈禱。西滿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尋他，找到了他，就向他說：眾人都找你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讓我們到別處去，到鄰近的村鎮去吧，好叫我也在那裏宣講，因為我是為這事而來的。他遂到加里肋亞各地，在他們的會堂裏宣講，並驅逐魔鬼。上主的福音。聖言反省，
西滿同安德肋嘅家，亦都係耶穌喺葛法翁嘅居所。呢一個家象徵住未來嘅教會，教會係耶穌成日駐留嘅地方。不過耶穌有自由喺教會外面隨意行動，彼此醫治、釋放同埋服侍係耶穌嘅家嘅根本特徵。呢一個亦都係耶穌醫治伯多祿岳母帶嚟嘅啟示。呢一個瞓喺病裏面而被拉起嚟嘅婦人，係所有基督徒嘅肖像。我哋都曾經瞓喺罪同埋惡、無知同埋私慾裏面而冇辦法喐動。耶穌走近我哋，親自拉起我哋，賦予我哋新生。於是有咗全新眼光同埋福音情懷嘅我哋，開始好似基督一樣醫治、釋放、服侍其他人。基於咁，教會成日都被形容為天國嘅幼芽同埋開端。主，感謝你，我將我的心靈和工作全獻於你手中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每日聖言由生命恩泉製作，樂人出版社提供反省資料。